預算案三讀通過，但是總統府3000萬的國務機要費從三讀凍結。總統府是提出着抗議，因為本地有規劃要用這筆錢，甲弱勢團體買15000盒的中秋禮盒來送禮，即賣恐驚有變數。業者嘛講，恐驚會影響到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權益。那國民黨是回應講，只要趕緊來復述，並且執行着軍人加薪等等相關的法案，就會當改動。讓大家吃美食也做公益，幫助庇護工廠永續經營。在咧就任滿2個月時，總統大清着溫暖來提公益，特別宣傳伊甸基金會中秋節禮盒。那在咧今年7月中，閣再用行動替各大社福機構推廣中秋月餅。不過總統府原本是規劃要大量採購，今嘛說可能會卡掉。借由凍結經費，試圖要影響總統依法行使憲政職權的行為，已經逾越了預算監督的合理範圍。是因為總統府主管的國務機要費今年都編列了3000萬預算，讓那邊黨團用人數的優勢減列1000萬，凍結2000萬。根據了解，這條費用主要是要用來支援元首行使各項職權，包括拜訪、犒賞慰問等等，其中嘛包括甲弱勢團體採購。那府方嘛咧今年按算甲37間庇護工廠買15000盒的中秋禮品，目前已經完成報價甲擬定的作業。今嘛面對預算的變數，有業者煩惱可能會連累衝擊身心障礙者的工作權益。原本有1000多盒的工作券可以包裝，那有可能就因為這個訂單而做刪減，那我們就必須去另外找客源來補足這樣的營收缺口。無奈講中秋節一向是銷售的大月，今嘛訂單受到政治的變因，敢若會當全力開發其他客源，民進黨的立委嘛發聲來相挺。多方要修法，要來針對身心障礙者，他們在自立生活這一塊要增加都來不及了，我的這個說要把它刪掉，我個人是覺得不可思議了。才看1000萬還有2000萬嘛，他就趕快依法行政就凍結了，就解凍了。所以你剛剛講的情況，這個目前為止不存在。那國民黨是買回長年的危機，強調只要中央趕緊復述執行立院三讀通過軍人加薪稅等相關的法案就會使。總預算雖然三讀通過，不過後續的爭議原來在繼續。